基隆东华商场的产权争议完未煞，民间对3月初8开始发动要罢免基隆市长谢公良的行动，一日就收到500份联署书，目标是要伫4月初收到3500份。民间团体表示，这拢是因为谢公良的政见跳票、市政嘛拢乱糟糟，才会发动罢免，并无特别支持倒一党。因为基隆市府是回应讲，因会继续来拼市政。你要写联署吗？基隆市仁爱区巷仔内底，这做头毛店家长所招出来真济公民团体，山海公民跳牛行动发起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第3个联署站点。礼拜下晡，未少市民来联署，要人挑工要来提转去，互出来对人写。政策跳票啊，够够 low 啊！因为做的我们蛮不喜欢的。我觉得我们市长真的有点太荒唐了，法律都还没判决下来的时候，他就去冲人家的商场。这边应该有60-70份左右，然后但是拿走的是更多，至少有800以上。我觉得超级踊跃，就是原本只安排我一个人，我想说会不会很闲，结果竟然是忙不过来。公民团体讲，罢免的行动开始了，一天内已经收到500份的联署单。头一阶段对3月初8到4月初，已收集3500份为目标。第二阶段是达到原选区选举人总数10%以上，最需要30792人联署。若顺利进入投票程序，同意票必须达到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/4以上，就是76979票，而且爱比无同意票较多，才有法度通过。本次罢免是经由基隆市民理性分析后所做出的公民行动。公民团体讲，谢国良上任了后，政见跳票，市政混乱，才发动罢免。强调行动成员无任何政治立场，对此基隆市府继续回应，将愿以市政工作为主。呼吁冷静啦，不要再做政治斗争嘛。这个就是一个充分的公民团体自发的一个行为。基隆市政府甲内特公司中间对着东华商场2楼到4楼产权问题正伫拍官司。不过，基隆地政事务所初7甲产权登记予市府，予内特搁再抗议，讲话依照合法管道来找救济，呼吁市府应该以法院的判决，正做解决争议的依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